呢條題目淨係得30%嘅人答得啱，甚至考評局亦都寫明考生表現差劣。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對弄說同埋寫作手法未夠認識。2025年中文閱讀理解第15條，考評局就問以下哪項係屬於文章弄說手法嘅特點？選項分別就有破立兼備、以小見大、夾敘夾議、旁徵博引。破立兼備嘅意思係指確立自身觀點嘅同時，亦都反駁他人提出嘅觀點。破係指反駁，立係指立論。而以小見大係指透過一件小事或者細節去說明一啲大道理。夾敘夾議就係指作者會借住記敘具體事件去說明道理，可以記完事之後再說理，或者佢邊記事邊說理都得。至於旁徵博引就係指作者為咗印證佢嘅論點咧，就會廣泛地引用各種嘅資料、典故、例子或者係他人嘅說話去作為佢嘅論據。簡單啲嚟講咧，其實亦都可以當係舉例論證。當下次咧再問你有咩弄說手法嘅時候，就算你見到呢4個choice，都唔需要再驚。